調査によると、スイッチは誰かに意図的に破壊したいに違いありません。おそらく死者の仲間だと推測されます。それと、宮殿施設周辺に不審者が現れ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。女性だったそうです。はっきり見たのか？いえ、後ろ姿しか見ていません。すぐに船内にいる全員の独身女性を調査しろ。はっ、承知しました。早くしろ！足行け！はい、早く行け！行け！あっちだ！独身の女を全員調べろ！はいはいはい。お前一人だ。そうですよ。江戸ゆでじか。这个人吗？是我海派一起。对。おい、あんた一人か？你是一个人上的船？问题吧？这是我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是我的未婚妻。失礼しました。
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也不知道你的，更不知道他们。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，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。好，那说定了。服务生，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。好的。这块怀表，你一定要好好接住它。凶手有个怀表跟他一模一样。孩子，谢谢，有缘再见。柳教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船上客人都走光了，我只能上来接你。船已经到上海了吗？到1小时了。我多喝了几杯，咱们走。
师长，欢迎回国。路上还顺利吧？非常顺利。我们走走。特密组。对，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。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2条地下谍报网，12名优秀特工，包括他们家属，一共25人，全都被他们枪杀了，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。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，都和这个特密组有关。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，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密组，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——幽灵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？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76号卧底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，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组。记住，我是你唯一的上线，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。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，除了我和柳泽，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。是。记住这张脸。他叫沈笑，是特密组的负责人。这个人行事谨慎，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。寒天到现在都没出现，会不会是暴露？不会，这是特高课拿到的最新情报，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。他一定会出现。
破坏赌场该有的常态。这位先生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还没尽兴呢。抓到枪手了吗？正在搜捕。潘天不会出现吗？让所有人抓捕枪手。是。行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新来的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
霍飞，霍元甲的霍，飞鸟的鸟啊不，飞鸟的飞。你好，我叫陆枫。你好，我叫罗宇。听说你回国了？松下老师，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，我给你引荐几个人。好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爱徒陆枫，在日本留学，刚刚回国。这位是沈处长，幸会沈处长。这位是大同银行行长季云中先生，你好。幸会季先生。啊，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，我带你去尝尝。太好了。在无聊的寒暄之前，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好，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。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，为什么突然回上海？奉命回国。日本军部特批你加入日本国籍，为什么拒绝？我是中国人。父母做什么呢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没见过父母。这场战争，你最看好哪一方？国民党、共产党、王主席？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。哪一方更好？现在看来，哪一方都不好。味道还不错吧？啊，好极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，美国回来的高材生，我们是银行的后起之秀。这位是沈处长，我的老朋友。啊，沈处长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学生陆枫，刚从日本回国。你好。你好。坐啊。抱歉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刚才大都会的事，多谢。有机会再见。不客气，
很高兴认识你。请一，法币模板物归原主，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，华山。顺利吗？没有涨。重庆2只股票大跌，应该可以买入，马上会有个好价钱。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，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。把荣誉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，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。国家不会忘记他的。哥哥，车修好了，换了个刹车片，其他没毛病。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你这么看女孩子，不礼貌。对不起，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。我当时恭维了。不是恭维，真心话。哎，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。你好，我是花向宇。你好，我叫霍飞。这是花向宇从游轮上拿回来的资料。这个人呢叫韩天儿，他是军统的特务。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，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法币模板。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，在寻找买家。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。我说哪儿了？打击。专心点。
这次任务非常重要，需要你们2个人配合完成。知道了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，他是我的爱徒陆峰。坐。韩先生是我的朋友，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。老师有话直说就好。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，然后再把他送回来？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，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？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。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，具体的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。是。你入职76号是哪年？39年10月。去日本特训了几年？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，2年。你是怎么加入的？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？等通知。号外！76号破获大案，军统特务被枪决。号外！谢谢。号外！76号破获大案，军统特务被枪决。号外！你们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快说！别人陪我来，我是被你们抓来的。想尽一切办法打回他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快说！不可能，他
的控制也有作用。再打一针。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，如果再打，可能精神就崩溃了。执行命令。再打一针。